退休这番话呢，退休这代志呢，你这个上天的重要，听无？替国家做代志，去外口，去外国，迄个什么？大师大师。甚至讲，咱国家派人去外国去住，大师啊！你叫做国家派人去外口外个国家，你叫做大师呢？大师。啊，咱替上天做人话，你叫做什么师？天才。叫天才。天才。啊，你来看，咱有功用。这北洋之选党的啊，境外的名字嘛，拢伫外口替天的做人话，出国开放，互人救人，这够公平的。所以北洋人要回家，要当做武警一天，咱等干嘛当厝？这拢知影等。但是6万几年来到风景世间袂歹轮回，6万几年无转去，6万几年无转去，即次上天大开普渡就要互咱倒转去。咱无要讲我吗？咱无要讲啥嘛？所以上天降落语言就是要互大家咱学道修道，到尾咱讲我转到咱的国家了。其实大家都要转去啊！我妈妈即摆请一个印尼的看护去看，来到台湾已经10担啊，拢无转去。10担拢无转去，咱10担啊，10个月无转去，敢会安怎？敢会像？10担无转去，迄种的心情。咱无去体会，但是为啥？为了趁钱，甘愿10担，啊就转去。伊讲过2担，12担若满，就爱转去，连咱就会当来。所以看，离开家己的父母、家己的兄弟姊妹、家己的祖母、家己的老公先生来到台湾，到尾就是要转去迄工程。伊来到台湾就是等要转去迄工呢，迄个就是伊上较欢喜的事。无个比要转去迄工上欢喜。啊，咱上欢喜的就是啥？就是要转去。你看囡仔啊，咱若囡仔去做兵放假，就是要转去。啊，若要离开厝，要继续到兵营。心情共款无？我较做兵呢，若转去到北兵营，即个墙啊入去就是兵营呢。若兵营外口，还佫外口呢，啊，若入去心情无共款。所以咱常常要转去，毋过咱就是毋知影转去。无有条路互咱转去，所以上天降道就是啥？降下一条回天之路。啊，这条路就爱知影人修行，爱知影人行的，这人就知影。所以咱只能讲，道理干了6万年见人故，今日才拄着这个普渡的时期。咱今日等6万年才讲久，今日等着普渡的这个时阵才等着。你看。先父咧甲咱讲诶，甲咱咧想诶无共，咱今仔拄着，咱诶心嘛爱加人的意思吼，就是讲感觉也无啥物事。咱今日等6万几年，这年今日才拄着即个普渡诶时期，所以即世人有机会闻着道，即世人有机会求着道，就咱超脱六道轮回。即世人哦，来到佛前求着道，学道修道，都有机会咱超脱六道轮回。所以你看，
今日若有上天降道，互咱学道，就互咱求到学道，咱永远在着道的路途。毋知要轮回偌久呢？希望多移面，把学即间的千古之千古，就从自古到现在，都是讲无即款简单特别的言文，即款语言啊。所以呢，咱离佛人必须是互相勉励的。只有先佛的话，咱才会互相勉励。啊，原来道理真啊宝贵，我爱好啊把，我爱好啊珍惜。若有错过即间的欲道，错过即间的普渡因缘，毋知要等偌久啊？129600。船若开走啊！毋知要等偌久啊，透过去帮助。所以今日呢，爱好好来珍惜即间咱求道学道修道，就是要互咱有一天咱超脱欲道轮回。所以咱所讲，咱所讲讲大明书记一点，大干我在干净。师尊大明书，咱这讲老师讲，一个讲记一点，真正的干无你对啦。是目睭前面，迄个咱人自信物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远在千里，近在哪啊？在目睭前迄个所在。所以受书一记了，你来看，各地人受书一记了，伊就知影受过啊，伊就知较无呢。啊，咱今日就近期地位较歹，华紧。咱慢慢修，慢慢学，就亲像咱就，比如讲啊，咱若较动面的人，迄脑前啊严不来干啊，啊，就去拿着青，有无？啊，若较鲜明的咧，人要严的就是青啊，同款意思。咱今日就较含慢，要紧，慢慢读，慢慢听，慢慢叫醒，慢慢点醒，到尾后面来清醒。所以，院长大人讲，真理在教育，道学在创新，良心在启发。但是，真理一定要做教育，不断一直教育，一日开班，后个月开班，后个月开班，明年搁开班，叫做真理在教育，道学在创新。咱道理安尼一直听，一直创新。到尾也是哪？良心在启发。什么叫做在？就是讲无天分的，无天分的。咱下早啊食饭，下昼去食饭，用去食饭，就是哪？身体食饭同款。有着这个身躯，有着这个生命，咱爱不断，一直食饭，同款意思。有着咱的自信物，咱爱真理在教育，道学在创新，良心在启发。咱来，啊，拄讲是，啊，拄讲做嘅，咱诶即摆来讲，咱每一个人应该有诶感悟，较了解。咱要讲即个方便菩提，要互人觉醒，要互人感悟，但是我今日应该爱知影啥物，我今日应该爱感悟啥物，爱了解啥物，这非常重要。欲道当中，咱仁道上界宝贵。请问咱即摆是啥物道？仁道。仁道。今日若毋是仁道，咱敢有机会坐遮？咱有宝贵无？进狗啊、猫啊、牛、马、羊，进有机会坐遮无？为啥物无机会？因为伊啥物道？跳绳道。因为促成道啊。所以欲道当中，咱仁道上界宝贵。那以欲道轮回来讲，咱仁道嘛是个欲道轮回呢。那以欲道来讲，咱仁道嘛个轮回呢。但是以修行来讲，以修道来讲，咱仁道上宝贵。
若要求道，咱人才有机会；，干若要学道，咱人才有机会。一般动物无机会。所以元神大师曾经讲一段话哦，伊讲离开三恶道，生在这个人间，咱应该爱多欢喜，多幸运。咱有感觉无？我做人，我多欢喜无？敢有？咱一个开悟者的人，伊讲的话就无共。咱今日是离开三恶道，啥物叫三恶道？啥物叫三恶道？五鬼作心，五鬼作心，地狱道，道正表。好教在呢，咱无在三恶道呢，生在这个人间不欢喜。咱今日爱做轻重，真正做人无简单。你讲太做人无简单，全世界人遐济，70几个口无简单。请问，咱人啊含动物生物，含鱼啊动物，比来咱人多无？较济啊，其他动物较济。动物较济。所以咱伊讲离开三恶道，生在人间，咱爱多欢喜。就是因为咱做人才有机会咱求道、学道、修道，咱坐而遮，这无欢喜吗？咱若是路上看到迄猪啊、牛、风载飞车，你去互杀，咱较上当。咱看到迄鸡啊、鸡条啊，迄鸡啊。饲啊地，逐个不做伙，你较想看嘛？迄种的艰苦，迄种的可怜，我若看到人咧猪啊，车规大的哦，咱拢暗了无去，帮伊咧做。咱无保险啊，咱无保险啊，咱无保险。咱真正迄真够宝贵。所以讲，我的身躯虽然到下贱、较卑贱，但是佫比畜生、比迄个天生佫较好。我今日去人做工啦，去人扫便所啦，去人做一寡足粗工，无要紧。我佫比迄个狗啊、马啊、羊、鸡鸭佫较好，佫较好呢。我虽然较瘦，但是佫比饿鬼着佫较好。我胜过饿鬼啊！饿鬼无人食呢。我虽然较瘦，但是佫佫3人好食呢。你看非洲遐个囡仔，大家我咧学起，头大又大，腰细又够细呢。你叫做饿鬼倒呢？所以讲，阮兜较瘦，咱兜较瘦无要紧。但是我做3人要食，迄饿鬼拢无人食。人生佫较无如意，佫袂比地较个艰苦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，但是这无如意互我艰苦，袂比地较个艰苦，袂比较艰苦别人。无比地较咧受苦人，咱毋知影。所以，一个元神大师是一个开悟者。伊讲咱今日要把这个人世间有所感悟，爱互咱知影讲人生的宝贵，人生的难题。咱人若无比较，毋知家己的好呢；咱人若无比较，毋知家己的幸福，家己的幸运。所以，咱爱去体会这个辛苦，这个辛苦第二者。人间的生活的生道，这个生活无保证啊！遐个动物就爱去出世做人哦，爱去出世做人好，做人好修，才有机会人个幸福呢。但是，伫遐轮回，伫遐轮转，这个袂定。所以世间虽然足歹大，烦恼有够多，可是这是一个出世，要互咱达到出世解脱一个命运。
这个世界叫本大，嗯，歹大，后SARS，后迄后新冠肺瘟炎，疫，后战争，后诈骗的，后杀人，后抢人，后抢劫的，你经外国纷纷扰扰，这个世界都歹大。进俄乌战双模啊，乌克兰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，你看，那是非常大。足歹大，十天就是啊，提心吊胆，就要一个政治来炸弹来就无去啊。但是虽然歹大烦恼，毋过就是要帮助咱百姓解脱这个作用，这叫做红尘如情。我的心，我的身躯虽然较卑微、较卑贱，无够高贵，无高贵，他拢做总统、做议长、做县市长、做立法委员，无要紧。只要有这个身躯，人知咱受道，这是要菩提的领导。有这个身躯，要叫咱行到菩提这条路呢。外口的身份地位有钱无钱，拢无要紧的。只要我有这个身躯，咱若学道修道。就是刚才就咱讲哦，这个是不叫做领导，这个是不叫做做的。所以一直咧甲咱讲，这个身躯的宝贵，古圣人间应该敬畏，不世代人间，所以应该感觉足欢喜、足庆幸啊。所以讲有道，有这个人生，都有道，有个人还记得道，哦，其他无共。这个身躯就跟其他无共啊！这个身躯现在是咧学道修道，另当的修道身躯是这身躯无共啊，宝贵。所以咧，应该爱好好珍惜。为什么玉道当中咧人道上介宝贵？咱来讲天道，天道与天境咧相同啊，你要当局入境哦，这个环境有快乐，我的生活有快乐。可是呢，咱拢会去疏忽，我要如何解脱？所以伊无咧想修炼。我今日做好嘢，我今日做好事，大家就是咧享受旅游，大家就咧享受，敢知修炼？人讲富贵修道人，这个大富大贵的人要叫伊修道，足困难。为什么？我人生遮有钱，遮快乐，要啥有啥，要啥有啥，要享受啥有享受啥。我搁还要去修炼哦，富贵修道人。但是这个富贵大贵的人，知影修道搁更加宝贵，真正。所以在天道，因为哪有福报啊，有功德啊，所以伊在天道咧享受迄个快乐。到尾会迷失在伊个路径，毋知影修炼。所以咱人生活愈安稳、愈安逸、愈顺境，会毋知影修炼。迄叫做迷失。咱来讲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就讲伊凊恨心重、好胜心重、嫉妒心重，这三项心叫做将来咧修道，十分困难。逐工就是啥？逐工通咱咧争强斗胜，逐工就是咧拢是咧生气，逐工拢是咧凊恨人，逐工拢是咧嫉妒人，你看要怎修炼？所以咱你看，咱若逐工拢咧讲嫉妒，逐工拢咧怨恨别人，逐工拢咧通争强斗胜，咱叫做阿修罗呢。所以阿修罗道就是啥？有这三心。所以伊要修炼够困难，过来，在足成道，伊是愚痴昏昧，伊无智慧啊，逐工就昏昏暗暗啊，逐工咧啊，为什么？伊干那知影人食，知影人困，有无？狗啊、猫啊、马啊、鱼啊，伊就知影人食，了就食，啊，食了就去困，逐工就安尼。伊毋捌修炼叫做啥物代志？伊毋捌，什么叫做修炼？伊毋捌。你甲这猫啊，甲这狗，甲这就讲修炼啥物？伊敢捌？伊毋捌。所以
无可能修道的。咱来看，在各位道，逐工人啊，巴肚枵甲，迄个枵甲巴肚迄种火咧烧共款，伊个喙吐出来呢，拢有火呢。各位道人啊，逐工就是咧发，我要食物件，我要食物件，但就是无物件好食。伊逐工就是呐，拢要发要食物件都无用啊。所以你修行哪有可能啊？袂当修行。所以咱若看到迄个独善者国家、非洲迄个国家，你要看迄个囡仔、遐个人、遐个人的生活，真正有够艰苦。逐工都无人食，搁才能修行。逐工就咧顾巴肚，要顾腹肚，所以也是。天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这个修拢无法度来地狱道，在地狱道，什么常讲？地狱道上讲，众苦交加，所有的苦拢人做一个，受罪无间啊！伊所受的罪拢无停过的，拢无停止的，免受的，大家就咧往前看啊。过去阿难尊者咧问世尊啊，什么叫做地狱的苦啊？伊讲袂使讲，讲袂到就你担袂了。迄种的苦，毋是咱人的心担袂了，我就去承受的苦。到尾安尼，释迦牟尼佛才甲阿难尊者讲，比如讲啊，今仔日。地狱咧受苦，今仔日掠100支枪，较早人咧建立这个枪啊，对伊的身躯有100个，安尼看有死无？阮无死，中昼，搁甲有100个，结果所有身躯有甲烂糊，有死无？无死。伊讲赢，搁甲有100个。佮在迄个身躯大锅，所在佮有100个，拄啊一工拄300枪啊！咱的身躯若人过一个枪，但咱的身躯拄300支就好啦，身躯就拢换样。安尼无死呢？袂死嘛？死就免受罪啊！伊讲呢，一个人受苦受罪，一工受300枪的罪。亲像一个石头，含树米山，安尼比起来，你也看，这条石头的苦有苦无？无够苦。真正地狱的受苦，是如树米山，是米山遐尔大的苦，叫做受罪无间，无停过的，无停止的。你会看边仔是咩？五道讲了，来讲人道。唯有人道，咱即嘛有苦有乐。请问咱各位前人，人生有苦无？敢有乐？有啊，快乐的时阵啊，就是今仔日苦较济还是乐较济？苦较济啦，乐较少啦。但是就是咱乐少苦多，都容易甲咱启发到。因为苦呢，就是要咱当悟的，苦就是要咱启发的啊！人生就是苦，我无修行袂使，无修行就袂当了苦，所以咱就更容易有感悟的心。所以咱人啊，咱即个囡仔家庭啊，即个家庭足艰苦，即个囡仔愈知人吃苦，愈知人受苦，即个囡仔伊会比别人透心。即个家庭生活较好，即个囡仔伊无容易体会，啥物叫做艰苦，无体会。所以咱人受苦不袂歹呢。人讲比丘3分地，甲知影发道心呢？过去的比丘、比丘尼，若知影身躯有3分地，愈容易发道心。所以乐消苦多，则圆启发感悟是小安小康啊。阮兜啊，也无做好囝，也无做善，叫做小安小康。
小班小班的特别无用，有啊，哦，咱若事要做大啦吼，无用无，都无用。啊，若国产者无用无，都无用，啊，逐个都拼啊，好加菜，咱无做好料，无做啥，要食拢大，要食王食，安尼会当得到显效，会当得到用的时阵能够收到，咱就是安尼。所以一般人普通的人，你收人口收，做总统的、做大官的啊、做大企家、大企业家，你都很收的，伊做无用啊。啊，咱一般的家庭做好收，一个去上班，下班转来就来嘛，无代志啊有无？一个去拜六我上班，拜六咧打到休，今日当了上班有饭学倒来啊。安尼叫做小班小班，可厚贤小，以修道路。人道就是安尼，所以咱人是安尼。所以咱人啊，都容易接病道，都容易感冒，都容易开头。为什么？人心就是安尼，咱做就是安尼。所以要接运道条，咱人。咱若接运道条，就容易感冒。上惊咱唔来，咱若知影人感冒，就知有可能咱解脱。所以咱人上该接运佛道咧，人含咱人道含佛道上该接运，只要愿意修，就变去啊。毋过作成就有办法，作成就就爱轮回。即世人做狗啊，做马啊，出世人在做啥毋知影，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，而转而转。咱人上该接运佛道，只要愿意修，愿意学。马上就变去，所以过一个古直讲讲，可以精神如处菩提，为人道为人义。咱人道会当修心，会当修正啊！我对他无好，我对他唔对，可以修正。我们可以整修。有无？咱讲整修，这间厝，个旧啊。爱甲精修者，啊，这个出来无够完哦，爱甲修正者。咱人会思考，哦，啊，我人生要安怎行？伊会思考，除非个思维嘛，思考，到尾行向菩提这条路，唯有人道才有法度。所以到尾人啊，行向菩提这条人道的宝贵，所以今日咱过去为了学道，咱唔知影人道的宝贵。咱今日学道了，后过一个先佛也好，讲师也好，甲你讲人道人生难得，人道的宝贵，就是啥？有这个人道，有这个人生，咱咧修就较简单。安尼要解脱嘛较简单，所以咱来好好啊。辨识感，来，咱来去体会了生死大事。咱讲完了人生的宝贵了，咱也知人世间什么事上太大，生死上大。这个辛苦到生死，这件事有大无？囡仔若要生，要出世啊，这件事有大无？一定有大呀。现到去唔再回来，讲兄弟生，有无？这个人要出事啊，叫我遮济咧，所谓车都卖用，为生大，生大。毋过这个人破病啊，危险啊，发生车祸啊，叫我遮济咧，叫我遮济咧，这条路会人车慢慢闪，种种的车祸来闪的，为什么？这个辛苦的生死大事啊，啊，这个辛苦就好啊，啊，这个辛苦的生死就足大事，何况咱人的自身的轮回的生死才是，那样大。但是我讲世间除了生死，其他
生甲死，即个身躯的生甲死，含咱自身的轮回的生死，出来讲小事呢。比如讲啊，咱若骑车、推车，安尼摩擦着去测伤，到底是小事大事？小事呢，反正测破回尔，反正补补就好啦，迄叫做小事。若去发生车祸破病，影响家己的性命，安尼大事无？迄个大事。所以人世间除了生死，而且其他小事，我家己之间的利害关系，是非非、恩怨怨，跌到唔跌，拢小事。以身躯来讲，拢小事，但是咱世界人唔知影，现到喜欢摩擦一个尔，要甲伊抬，要甲安怎变大事？伊唔知迄种小事尔，像阮来有人安尼传红灯啊，撞着，要注意走，到尾啊嘛无计过啊，反正无讲要紧啊，我讲嘛要紧啊，补补就好啦，迄种小事。所以人世间除了生死，其他拢小事呢。所以咱若知影咱若知影生死是大事，咱就较袂计较。真正，我紧，拢小事，你拢咱莫计较。但是咱爱含咱的生死暂时计较。咱袂想讲，人甲人之间是小事，生死之间才是大事。我甲你甲我之间发生的代志，拢小事尔。但是生甲死之间才是大事。我在生若通杀人，咱袂影响死。我入咱若死了后，这敢是大事？这大事呢？在生若黑暗死了就是黑暗呢。咱在生若做罪死了后，嘛爱去受罪呢。所以生死之间才是大事。我在生若公平死了就是公平的，我在生若公平死了就是无善的。所以生死之间才是大事。生关联死，死关联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是叫做大事。有人在咱非常了解，咱就是要体会生死，生死大事啊。五祖弘忍大师来讲，世人思生死，事该立定，中立之求福田，不求处理生死，可爱自性中的何可能？世间人的生死上介大，毋过咱大家拢咧求福田，大家拢咧求福田呢，咱就趁钱，就创啥？大家拢咧求福田，学家己较好诶，学家己较好起来，要读好诶学校，人家有好诶工作，有好诶收入，有好诶生活，咱大家拢求福田。但是，若无要求出世生死可爱自性就袂，咱人世间所求的福，袂当救咱人的生死啊。总统若无来受道学道，袂当救伊的生死大事。伊做福报的，多财有做有钱，钱足地，伊若要学道修道，到面当的生死，伊的福报袂当救伊的生死。但是我今日虽然无钱，无福报，但是我知影修道，到尾会当救咱人生死呢。所以咱今日若要学道修道，咱一世人拢咧求福田的，做生意嘛求福田的。要读好个册，有好个工作嘛有福田的。我今日要做事，我今日做事嘛是要求福田的。我今日去上班做工嘛要求福田的。咱人世间就是安尼过去，毋知影求出离生死苦啊。但是咱今仔学道，咱知影，咱人求。所以世间人的知见叫做求其福田，福的知见就是要求出离生死苦啊。所以讲，为什么咱完全就爱误入福的知见？对咱世间人的知见入到福的知见，安尼咱的地位就无共。我今日嘛是共款爱趁钱啊，我今日嘛共款爱做生意啊，我今日共款嘛爱做事啊，我今日嘛共款爱读册，这种正常，这种需要，
但是还有一件大事，叫做生死大事。咱来去来脱离，咱来去来解脱。悉达多太子为着修因放弃太子的位，伊若无放弃太子的位，就无今日个释迦牟尼佛了。太子呢，一个国家的东山拢伊个呢，毋过伊无来呢，要去修炼，伊会想，为着啥？为着生死大事。妙善公主、观世音菩萨放弃伊个因果富贵，要去修道，为着啥？为着生死大事。因为富贵因果富贵袂当救伊个生死啊，唯有修这条路才有法度啊。雪山公主为着半子去下心饲落沙，为着两句话，甘用这个身躯来饲这个落沙，你看咱敢袂？为着两句话会当互伊开悟，无要紧，只要能当互我开悟，这两句话，互我开悟，我这个身躯甘愿互你食。也是，这个甲这个有智慧人，这个了解生死大事的就是安尼，孙不是真人。生做水啊，小奶奶啊。王中龙祖师讲的，讲你上水啊，你歹受用啊，上水歹受用哦。阿紧，把伊个查某囡仔记住把伊个查某囡仔拢甲叫出去，兄是惊伊个，兄滚水倒咧，人烂下咧，困到边边咧，拢扑拍，出来互伊师傅看，师傅啊，安尼敢毋敢受用？讲安尼敢受用？为着修道，甲是费用呢？咱今仔世界人拢会敬仰有无？无水真无水，无鼻仔无看，真无法管。咱世界人拢会敬仰，咱为着修行要费用。咱讲咱哪毋安尼啦？咱修到就好啊。迄是了，咱过去的人，咧实验互咱看。因为咱过去要修炼，来去青山古洞啊，啊你生到遐水啊，若拄着歹人诶，要甲你欺负，你无爱，若当我家己自杀诶，我修灵修袂成，结果来无性命，所以你歹修诶，规时间毁容，安尼你较平安，较安全，会当安稳稳修炼，是即个意思呢。所以咱来了解。方便我哋咱人应该爱知影的就是这个啥生死大事。所以我甲你讲哦，众生自有史以来不断的轮回，唔知影这就是苦的艰苦，苦的根本。咱人苦的根本按对来，按生死来。若无生死轮回，咱就永无苦啊。做仙佛啊，做菩萨啊，哪有苦？就是因为咱的生死大事无了，来到这个方面世间轮回，才有这个苦啊。这个根若较挽掉，你要看，就无代志啊。咱讲咱若破病，迄个病根若较挽掉，到尾病就好啦。咱若无断根，到尾嘛是也破病。所以念经大家讲，唔知影生死大事，无来个研究。咱今日唔知影生死这个大事，要如何来维持咧？发生法官要来受到咧，唔知影。咱今日知影，咱若愈知影生死大事，咱的愿心，咱的愿力就愈大，一定是安尼。所以，什么叫做生死大事？因为生死叫做轮回。轮回叫做生死，请问咱人来出世叫做生嘛？请问生往啥物咧行？是啊？是。生叫做往事嘛吼，啊若死咧？往生。啊？往生。哦，在往生。是叫往生。那如果报回年后，这人叫往生去啊。
死了叫做往生，伊佫去往一个生，即个生到底毋知啥物身躯，毋知影。咱人来生叫做往死嘛，往死的路去行，一直咧行，一直行。但是100岁年了，100岁年了了，佫往生佫咧行，往生了，迄叫做生死，死佫生，死佫生佫死，死佫生，生佫死，生生死死，迄叫做轮回，迄叫做大事呢。像即个苦啊，生死叫做苦啊。有生就有死，来到世间受苦，毋知要生偌，毋知要轮回偌久，迄叫做苦海。所以名哩，人讲生死苦海，生死轮回，叫做生死大事。既然是生死是苦海，苦海安怎？无变啊，毋知当时会当听，毋知当时会当记住轮回，记住生死，我听咧，毋知影。因此，叫做苦海无边，无迄个边啊。毋过有一个方法，叫做啥？回头是嘛？愿意要回头就有山。即个回头，即个咱人心的感悟较深，心的回头。啥物叫山？道条山呀，爱找道山呢。唯有道才能咱靠山。唯有道才能把这个生死苦海爬起来呢，去找着山，才能爬起来呢。所以上天降道就是啥，互咱找着一个生死苦海的山，要互咱爬起来。对厝安达到迄个地界。道条山，咱就回心向道，咱的心开始向道咧行。那么道就是叫法存。道是叫法存哦，即只法存要载咱出离生死苦海。咱讲道存，道就是叫法存。即只法只要咱能愿意修道，向道咧行，就可比咱地内一只法存当中，有一天咱带咱出离即个生死苦海。所以道。就是足宝贵的。莫怪释迦牟尼佛妙善公主观世音菩萨，孙不是真人，就是哪要找迄个道路，咱来看，这鹦鹉，伊知影知音文格要出道，这鸟叫人关起来，有无？叫人关起来，咱要出偌大啊！伊嘛想要出即个人啊呢，咱讲这鸟啊，叫关即个人啊是有形的人，咱关啥物人？咱关是生死的人，今仔出个人是个人，今仔出即个身躯的人，另当出是另个是啥物人毋知影。所以这鹦鹉伊知影知音，但毛做出来去到中国要度量武帝，度无成。干嘛讲英语？伊多咧定，结果呢，有一户人家饲一只鹦鹉啊，伊知影这个是西方有做啊，伊知影，伊就要甲伊请教，要问价，你到底你出一个价，互我来出这个人啊，安尼啊，哦，但毛祖师佫足欢喜的，世间人毋知影我是佛祖，但是这鹦鹉佫知影。讲我甲你讲，这鹦鹉讲啥物话呢？我西来意，请你教我出人价，出人啊价。你是西方来的佛祖啊，你是西方来的佛祖，我知影。请你甲我讲，有啥物方法，互我出这个人啊？安尼就对了。但毛祖师伊甲讲啊，伊讲呢。出笼记，两脚生伏两眼闭，这变数的出笼记。讲出咱个两骹春一，两蕊克，这就是你的出笼记，出咱个国语方面也很讲。因为这鸟互关人啊，伊想要出去，听到毛祖师，
但无祖师讲，你只要双脚啊伸落去，双脚落落去，目睭两蕊撇撇，这就是你会当出这个咱来计数啦。哇，主人转来安尼，这个主人我爱遮鸟啊，咱那个望来算算的。结果转来看遮鸟你袂去打，有够烦恼的，赶紧这个鸟仔嘛跑去，把掠出来。他说有叮当啊，不过小小呢，所以他小小，惊死啊！有无？人讲啊，惊困安怎？叫袂清，叫袂醒，啊伊惊死啦！叫袂好个。迄个主人奇怪呢，啊菜袂紧袂动手，毋过身躯佫温温，佫也无咧喘气。哇嗨！毋知变怎，结果到尾安尼，手痛啊嘛，偏到灰，放开，遮鸟啊嘛，不会，伊用惊死的，主人甲碰出来，当伊手放开的时阵，伊就过去。所以咱人要看，咱若想要出这个生死的人啊，爱靠啥？靠智慧。啊，这个智慧要靠啥？靠仙佛，靠祖师，靠菩萨来甲咱教，就是修道，就是修道。两眼生，两脚用力了，把手开给就是变死啊。所以主人做便宜啊，做便宜，所以咱才会了解。既然生死之法，有咱要如何来想办法，咱处理这个生死啊？所以运道，咱所来讲，运道因何要修道，为了生死大问题，这个关键进不了万劫轮回无有关。即讲老师甲咱问讲，问咱种道义啊，为什么要修道？为了生死大因缘呀。为什么咱要坐遮？咱愿意要坐遮？为什么佛法要讲你徛遮？为了生死大因缘。今日咱注意坐遮，嘛是为了生死；佛法徛遮，嘛是为了生死。拢共款呢？拢共款。这个关键，今生今世，这个关键若无了了，万劫轮回无有完。这是一个机会，这是一个因缘，这是一个应运。咱若无好啊叫撤回，这个身躯是一个因缘。若无好啊，因做这个身躯好啊学道修道，这个关键若无了了，万劫轮回无有完。毋知要搁轮回偌久啊，没完没了。所以咱非常的了解，我为什么要修道？这个理念，这个技能，这个观念，咱一定要读清楚。我为什么要修道？所以咱人生认为上界大的苦难，就是无止境的轮回，无停困、无停止的轮回，就是咱人生上界大的苦，上界大的难。唯有求道修道。